租賃協議，歡迎來到住宅租賃辦公室。喺本視頻中，我們查看租賃協議嘅問題。租賃協議係業主將房產出租以換取租金嘅法律合同。佢包括租賃嘅條款或者規則。該協議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之一進行：口頭或書面形式。書面協議必須包括業主同租戶嘅法律名稱、租賃房產嘅地址同埋需要支付嘅租金等等。ORT 網站找到完整嘅列表。如果租賃協議係口頭，業主必須喺達成協議後20日內以書面形式提供聯繫信息。業主同租戶可以選擇不同類型嘅租賃協議，每月、每週租賃或者定期租賃，每月或每週租賃，直到合同協議終止。每月協議需要1個月嘅通知，而每週協議需要1個星期嘅通知。兩種情況下，租戶必須喺租金到期嘅隔夜發出通知。例如，如果租金喺6月1日到期，而租戶希望6月尾前搬出，則必須在5月31日前發出通知。最後，定期租賃係業主同租戶就租賃協議嘅具體達成一致。呢啲協議有固定嘅結束日期，唔需要通知，因為雙方一開始就確定咗結束日期。但係喺租賃完場前2個月，業主必須提供續約條款，或者通知租戶租賃不會繼續，以便租戶知道是否需要喺期限前搬出。每個租賃嘅協議都必須遵守所謂嘅標準條件。根據法律，標準條件嘅附本必須包含每份書面租賃協議中。例如，標準條件規定租戶必須保持合理清潔且未能損壞。即使租賃協議要求租戶搬出前對地氈進行專業清潔，如果離開時地氈係乾淨，租戶也不必進行。業主同租戶都應該熟悉標準條件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.saskatchewan.ca/ort。多謝。